为了将手术过程因为全身麻醉发生无多误记的低血压，提早诊断出1-2万分之一过敏性休克机会。基美下中心除了合成影片来宣导这款少见却是相当紧急的并发症。其中临床患者嘛感谢医护人员第一时间的急救治疗，无因此造成后遗症。其中一台已经演进到第2代心血管监视仪，就扮演重要角色。最主要的就是，如果术中发生一些预期之外的低血压，我们可以赶快把原因找出来。因为全身麻醉之下，如果发生低血压的话，原因其实过敏性休克不是最常看到的。我们一开始会先去排除是不是有一些出血，甚至是隐藏性的出血，也就是在手术范围里面看不到的。那病人之前的疾病，他所用的药物，其实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些情形。这些情形的话，再加上病人他在手术前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吃东西、喝水，所以他在进开刀房的时候，有可能他是处于一个相对缺水的情况。那这些情况的话，我们身为麻醉医师都必须要把它的原因找出来加以处理。在鉴别它的原因的时候，这台机器它可以帮助我们加以找出更准确的原因，我们可以做更细致的治疗。使用伫重大手术，或者是可能发生大出血手术的心血管监视仪，接着分析动脉血压波形，会当帮助麻醉科医生了解藏伫血压背后的资讯，帮助正确判断。当然，医生嘛提醒患者，曾经有药物过敏的经验，一定要伫手术进前甲麻醉科医生详细沟通，共同守护麻醉安全。台湾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